迎来到勾勾公好吧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你今天有喷香水吼？有哦，这味道好好闻哦，有一点点花香，又带一点果香，好舒服的味道哦。而说到香水呢，香水就叫做雄水。你刚刚提到的香水啊，就是雄水没有错。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雄水是一个看不见的时尚隐形配件哦。这一喷上去，可以让你周遭的人呢都觉得你更加的有魅力。简单的来说呢，雄水真的是很吸引人，很想你。相应就是吸引人了，而除了呢香水本身很吸引人之外哦，现在瓶子也很吸引人哦，很多人在收藏，因为呢很多的香水品牌他们就跟设计师合作喽，所以可以看到他们的瓶子呢是越做越时尚，而且也越来越多元喽。而说到了瓶子，瓶子就叫做 Gonne。Gonne 就是瓶子，没有错。所以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就是香水味很吸引人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雄水咪一想你。雄水咪一想你，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让大家来闻闻这个时尚配件的味道。敏华，你好了吗？好了，和婷等我一下，我喷一下雄水就好了。哇，香水也太多了吧？你香水怎么那么多啊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雄水香你，而且呢，不同的场合喷不同的香水，很有女人味哎。你这些香水款式这么多，因为我觉得现在雄水不止响应，你知道吗？它的瓶子它的 Gonne 也越来越有设计感了，而且不止可以当装饰，还可以拿来当收藏品哦。那我可以喷喷看吗？可以啊，挑一瓶。那瓶味道很好闻哦，喷喷看。其实你今天喷的这个香水味道也很不错对呀，我除了喜欢香水之外呢，其实我还收藏香水瓶哦。那么刚刚提到的香水就叫做雄水，雄水就是香水了，没错。那其实如果挑到适合自己的味道呢，真的是很吸引人哦。吸引人就是想你，想你就是吸引人的意思哦。而且现在不只是香水很吸引人哦，很多人还收集瓶子呢。这个瓶子就叫做 Gonne 就是瓶子了，没错。那么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香水味很吸引人这句话。应该要说的是雄水咪一想你，雄水咪一想你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就告诉你，选一个这隐形的时尚配件，让你更有魅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